有关文章伤长，每3第6节、第7节的代志。假使若会当，我希望上好莫切。第6节甲第7节是写未来甲市武灵。普通男性作家真少写着这款题材，若总有写着，嘛写了无够深入。因较安怎嘛毋是查某人，袂当体会查某人的感受。咱的世界、咱的感觉、咱的意识形态，拢一直互查某人伫解说、表达甲建构。有一半人口的声声罕必互人了解，这敢毋是足无彩的？这点拜托你替我转达。互人杀入病房无偌久，护士就抱你来，将你放踮我的手骨里。这是咱头一摆见面，我清足上你的面貌，你身躯互无艰困难安，拿一支发光面包俾个写长拿定。经过一场生死的交战，你走到夜深，困甲真低，你的头敢若一粒拳头母遮大粒，五官焦长，双手若2面香菇，10支手指、10支骹趾拢无欠缺。我放心喘一口气，目屎刷面落来。我想着做囡仔时，手抱洋娃娃，那像是1万米久的代志。迄暝我到半暝2、3点才困去，看着病院外口停车场闪死过往的车顶甲路顶，感觉地球照上帝转世。时间若溪水流过，但是咱个人的人生却产生真大的变动。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咱母囝用坚强的意志甲气力，打开一条生存的活路。过长间，有一个宣证人员来问你的背景资料，通好比办理的出世证明书。伊问着爸母的国籍，我讲阮是台湾Taiwanese。这个美国人真意外，就问讲隔壁病房的产妇嘛为台湾来的，伊讲伊是Chinese。我就应讲，阮台湾人这时阵要互中国过来的证款管，如果阮想要独立，无爱做中国人。伊收一个搁问我，安尼隔壁房的敢是我靠中国人的证款？我知影其中的道理无像伊想的遮尔单纯，但是也无时间彻底来解说，只好回答大概是啦。过2、3礼拜，我接到美国政府寄来的出世证明书，顶头记载你的爸母原籍是台湾Taiwanese。你总算毋免笑我搁摕迄本车轮牌护照。明明是土生土炭的台湾人，出世地却互人写做菜鸟啊！为出世起，你就显明屈强的个性。为4点钟护士抱你来互我试点的时阵，你干那顾困，拢毋肯开喙。干那一个老老的护士才有你的法度，伊叫我倒去一边，将你放伫我身边，然后伊用枕头大力拉你的颔棍。等你开喙大声吼，我才将恁头踢入你喙里。口气声你也毋出，这个护士就搁拉你的哪后，伊比到你时才放手。伊搁那吵吵亮讲 ，What a stubborn baby！ 替伊迄阵，伊送我4粒手捻做的冷水啊，较互我伫厝饲母奶的时搭点恁头。可加再有这4粒假死。若无我无定伫未来就放弃饲你母奶。宣战后，咱拢总日伊3天，本正2天就要退伊，因为你有误判，伊深爱你加留1天。我手抱你，又搁坐轮椅到门口，离开的时阵，迄个杀轮椅的护士甲我祝福讲 ，Enjoy your baby。其实一段快乐掺着艰苦、紧张的过程拄则要开始。有啥物代志会比药囝所了的体力甲心神搁较侪咩？何况我完全无经验，身躯比搁无人通到骹手，